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7日，申命记10章21节安尼讲：伊是你所学老的，是你的上帝。为着你做迄个大搁通行的事，是你亲目所看见的。三甲来祈祷，为阮做大搁通行的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倚靠甲仰望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石盘，也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。主啊，阮对母胎就受你的扶持，互阮出母胎的腹肚是你。真侪人看阮做奇怪，总是你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盾牌甲保护，所以阮要时刻来仰望你，也要时刻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阮的嘴要讲起你的公义，也要褒扬你的慈爱。主啊，你是阮所学老的，是阮的上帝。因为你为阮做迄个大搁通行的事，是阮亲目所看见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